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1月7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2篇，列王纪上卷第10章第1节到第13节，以弗所书第3章14节到2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基督的爱。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3章16节，我们都非常熟的一段经文。论到救恩，我们知道上帝从创世之初就已经应许要赐下救恩。在历史当中，无论是那个违背上帝旨意的亚当，或是第一个杀人的该隐，甚至挪亚时期的那些罪人，或者是罗德所居住的索多玛城市的人们，亚伯拉罕及撒来、雅各、约瑟，出埃及的摩西以及以色列人等等的这一些历史当中的人物们，上帝一再的展现他的救恩以及应许，他将救恩赐给了跟随他的人。上帝在不同的时代当中，针对不同人的需要、不同的情况，上帝赐下的不同的救恩，但也都是因为上帝爱世人，这是同一个目标。就如同亚伯拉罕，他和那3位上帝的使者在喊价，他说：如果城里有50个无辜的人，你还要消灭全城吗？不会为了救这50个人而饶恕这城吗？你一定不会把无辜者和有罪的人一起杀掉，一定不会。你那样做，无辜者就跟有罪的人一起受罚了，一定不会。世界的审判者一定是公正的。上主回答说：如果我在索多玛找到50个无辜的人，我就为了他们饶恕整个城。创世纪18章24节到26节。接续的经文我们就看到，从50个人开始讨价还价到45个，后来40个、30个、20个，还有到10个。上帝都允诺，我也不毁灭这城。所罗门王他求智慧，因此上帝赐给他所有的恩典，包括强的国势、领土、人民、财富等等的，因为上帝爱他。在列王纪上卷第10章记载了外邦的示巴女王来求智慧，他赞美所罗门王以及上帝说：愿上帝你的上帝得到赞美。他立你做以色列的王，正表示他多么的喜欢你，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使你能够秉公行义。昨天我们在主显节的经文读经分享里面呢，以及今天的经文的诗篇72篇，也都提到了示巴来敬拜上帝，也就是今天的列王纪的记载。诗篇72篇第10节也这样说：他是和群岛的君王要向他贡献礼物，示巴和西巴的王也带来贡物，诸王要在他面前下拜，万国要服侍他。
外邦的示巴女王也知道，因为上帝这么爱所罗门王以及以色列人，所以因此就赐给所罗门王这样令人称羡的一个智慧，使得以色列国得以扩展他的国势。示巴女王这么说，她对所罗门王说：“我在本国的所听到有关你的成就和智慧，都是真的。但是直到我到这里来，我亲眼看见这一切，真正才相信。所以我所听到的还没有一半呢。你的智慧和财富比别人告诉我的还要大得多。你的妻妾多么幸运啊！你的仆人多么幸福啊！他们可以常在你的面前聆听你智慧的话。愿上主你的上帝得到赞美。他立你做以色列的王，正表示他多么喜欢你，因为他永远要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使你能够秉公行义。上帝是这么的爱世人，他就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了世人。基督本身就是爱。约翰一书第4章19节就说：“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以弗所书第3章第14节到21节也就说：“因此我们在天父的面前跪下，天上地下所有的家族都是从他而有的。我祈求上帝依照他荣耀的丰富，借着圣灵赐给你们力量，使你们内在的生命强壮起来。我又祈求基督借着你们的信心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在他的爱中有根有基，好使你们能够跟所有上帝的子民一同体会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因为你们能够理解基督那超越之事所能领悟的爱，好使你们能够完全被上帝的完美所充满。上帝能以运行在我们当中的大能成就一切，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他们在教会当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颂赞，世世代代，直到永远。阿们。基督的爱透过教会来实践，也透过兄弟姐妹彼此的相爱来彰显。如同新的诫命所说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2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生命、新的命令，乃是要叫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要怎么样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要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基督的爱就是要彰显、体现在现代的教会里面，要在众弟兄姐妹的信仰见证上面。今天的诗篇72篇篇幅比较长，请我们自己来阅读。
谢谢上帝爱我们，也透过耶稣基督的爱来爱世人，如同耶稣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如同他爱我们一样。求主帮助我们学习爱人如己，彼此相爱，来荣神益人。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